呢個就係模型村莊啦。入邊有啲乜嘢呢？就有本說明書啦。說明書入邊呢，就有中文啦、英文啦嘅說明嘅。咁另外仲有一個係模型嘅卡紙，即係個規劃嘅卡紙。仲有可愛得意嘅貼紙，咁同埋就有嗰啲樹啊、屋啊咁樣啦。主要係點玩呢？咁就有啲模型咧、底板同埋有啲貼紙啊，有啲可愛貼紙說明書。咁呢度就有啲貼紙啦，有2卷嘅貼紙。咁你可以根據自己嘅喜好咧，貼落嗰啲咁嘅積木嗰度啦。另外仲有呢啲嘅貼紙啦，有士多啤梨啊、草或者譬如你嘅車度，你可以再貼啲碌啦，好似感覺上自己工程自己做咁咯。咁樣根據自己嘅喜好啦，可以去規劃唔同嘅城市嘅規劃啦。譬如欄杆呢度啊，有啲樹度啊，車紅綠燈喎，碌下先咁樣。俾小朋友更加創意啦！玩完呢，就請小朋友做返個收納啦，咁就唔會下次